后来今仔日是520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正式来就任。总统就职的演讲是各界关心的焦点。总统一开始先来感谢台湾人民忍受生活无方便为防疫的付出，讲后疫情时代，台湾将全力来打造6大核心战略的产业。两番关系，蔡总统的基本态度是和平对等、民主对话，但是绝对无要接受矮化台湾的一国两制。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。带着817万的民意，总统蔡英文继任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。因为疫情典礼一切简单，嘛互就职演讲特别受到注目。这次的疫情中，不论是试剂的制造，或者是新药和疫苗的研发，台湾团队都有足够的能力跟全球顶尖的技术接轨。我们要全力扶持相关的产业，让台湾成为全球克服疫病挑战的关键力量。会更强力地推动军民技术整合，激发民间制造的能量，更进一步的进军航空及太空产业。2025年绿能占整体能源20%的目标，我有信心可以达成。我们把长照2.0、幼托照顾、居住正义的问题一个一个补起来了。未来的4年，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张网做得更绵密，有几起思觉失调症的患者相关的治安事件，引起很多的讨论。对于个案所引起的争议，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医疗部门或者是个别的法官，司法和行政部门应该要检讨制度，优化制度。台湾已经被国际定位为民主成功的故事，可信赖的伙伴，世界良善的力量，这是台湾人共同的骄傲。我们会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，强化和友邦的共荣合作，和美日欧等共享价值的国家深化伙伴关系。那是两番政策，蔡总统强调和平对等、民主对话原则，嘛发声愿意甲中国展开对谈。最后嘛讲到深化台湾民主。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，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，能够被充分对话，形成共识。而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，更应该优先来推动。25分钟的演讲，蔡总统强调未来挑战只会愈来愈多，但是无论过去、即马，或者是未来，大家拢是命运共同体，会做伙行过。